内政部9月要提出着这税厝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修正草案，厝卡会当有契约含继续签加起来3年契约期，敢若会当因为这厝主要家己大收倒转来尔。那准是要起租金呢，不会当超过当月这税厝指数的年增率。那准是发生纠纷啊，会当向当地区公所申请免费调解。厝价一直拢遮尔悬，统计全台差不多300万的税厝的人，对税厝的人来讲，若是要面对逐个月爱纳厝税的经济压力，若是拄到这个状况，更加头痛。假如说我今天热水器坏了，那他可能拖1拖2拖3拖2个礼拜才来修，屋主可能天高皇帝远，所以没有在管。房东也会说，就是他这边真的没有办法让我们申请。那如果你想要申请的话，他就会说，那你可以考虑去住其他地方是可以申请租金补贴。维护全台湾税厝的人的权益，内政部9月要修法《租赁主体市场发展和管理条例》。第一是保障厝卡会当有订约含续约加起来3年的租期，厝主干那会当因为家己要大甲厝收转去，厝主袂当禁止厝卡申请厝税补贴，还是签入户籍。为这个修法，那出现争议，嘛会当向公所申请免钱的调解。因为很多房东他用住宅卖掉，他可以扣掉很多的税金，过程当中他们都是不希望人家去报税或者是迁户口，我都没有做房屋的买卖，鼓励人家去报租屋补助。另外，关系到厝卡爱开偌济钱的厝税，未来厝主嘛袂当想到要起厝税就随起，必须伫租约到期6个月前通知，政府会限制起厝税的幅度，继续签约厝税起付，未当超过通知迄个月厝税指数的年增率。假使迄个月厝税指数年增率是2%，以厝税2万来算，等于厝税的起付袂当超过20400。不要变成原来政府的美意是设一个天花板，房东的调幅不能超过物价指数，但是变成了就是说房东觉得原来不想涨的，即使租金没上涨的，就是照物价指数来走。民间团体指出讲，政府做的厝税统计含设定厝税标准的金额，目前实务上同款是有侦查。加上好的厝源，这供应是袂符应付需求，或一个保守规定的厝主结空，或政府透过各种都市的发展开拓更较侪税厝的厝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